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贾博士。今日10月31，礼拜五，咱嘛会特别看一寡地区气候的部分。先来看今日透早2点的地面天气图。伫这个蒙古这边有这个高气压啦，当然伊的所在是较北边。另外咱台湾这附近主要是这个透一寡东北风。今日透早有一个较弱的这个锋面系统通过所以咱桃园以北甲宜兰的朋友应该有感觉到，较乌阴天，有喷淡薄仔毛雨，这个东北风嘛，了慢慢会变较明显，因为今日开始东北风的影响会佫开始看起来伫咱平均来讲，未来10天的情形。另外咱来看南平这边的海面即马南平的海面大致上咱甲看拢是一个较大片的这个低气压这个范围，这个内底呢有2个热带系统较东边伫这个菲律宾东边雅浦岛，这是98号 W，另外是伫这个菲律宾的这个西南边这有一个热带扰动当然啦，未来看起来这个伫南海这个伊应该发展的机会是较弱咱98 W 这个未来爱看伊这个发展可能爱了走过来菲律宾较东边这个所在较有机会有一寡发展咱连咪拢甲大家好朋友来做一寡说明。先来看重点头先咱有提讲过咱这个未来10天平均来讲是东北风的影响啦甚至以北甲宜兰透早规工的温度感觉拢较凉啦，但是我是感觉是较舒适啦咱即波的这个东北风看起来伊这水汽是较少一撮所以落雨的情形难免会特别来说明。另外就是讲菲律宾东边这个系统本来咱差不多1号、2号2号、3号安尼，即马看起伊的时间有较慢一撮看起来咱是掠这个11月初2、11月初3伊有机会变低气压啦了后咱爱注意伊这个发展连免我会用一寡图嘛来甲大家好朋友来解释地区气候部分咱即马开始一直甲这个11月初10这个期间虽然受东北风的这个影响宜兰这边水汽无讲介济啦当然啦风较高乌阴天不过咱即马看起来11号开始一直到12月初10同款咱这桃园以北甲宜兰这边雨水比较济一撮，其中宜兰遮看起来伊这雨嘛有较连续落雨这个情形发生当然嘛有几工这个雨比较会较大来看气流的部分这是前5天10月31到11月初4咱来看这个高气压所在差不多伫中国长江流石的这个顶面这个附近咱台湾这边是靠较明显的这个这个东北风当然这东北风伊是为这个西北边这边过来甲转过来咱台湾这附近变东北风啦所以水汽比较是较淡一撮所以咱看主要这个这东北部这边新北市、台北市这边的界线遮甲宜兰这边水汽比较较济一撮咱花莲台东的山区这是中昼了有一寡云的这个发展咱另外这个第2个5天11月初5甲11月初9冷空气为这个山东半岛这边出海咱是较明显的这个东北风啦咱菲律宾东面这嘛通看到有一个低气压这个系统看起来应该是这个未来发展的变风态98 W 变风态的这个气流啦所以咱共款透东北风的这个影响，所以透方面呢就加人北海岸东北角宜兰这边水汽就较济咱搁较后壁这5天11月初10甲11月14咱甲看倒手边是欧洲的电脑做出来，正手边这是欧洲的这个 AI 预测啦伊这系统做出来差别真大咱先看正手边这欧洲的 AI 预测伊这冷空气为这个长江口这边出来所以咱是受到这个高气压出海的影响这个天气东北风较明显这个欧洲的 AI 做出来伊这风台后壁这个风台是伫较东边这边走过走去是安怎样因为咱看咱台湾这边甲中国长江流域这附近拢是高气压所以这个风台低气压伊才走袂过来不过咱来看讲欧洲的电脑做出来较无相像啦第一个伊这冷空气是搁较西北边这边第2个呢较明显的就是咱这个风台伊这部分伊为菲律宾这边发展了后呢慢慢为这个有往这个
北边的即个方向伫走啦，当然这拢是超过10天以上即个预测，所以我头先嘛甲大家好朋友说明，咱先观察伊即个11月初2、初3即个发展就好所以比较起来咱若按照欧洲的电脑做出来咱伫即个11月初10开始到11月14这平均来讲宜兰即边雨水就较济咯，所以头先咱若看讲较每工的变化，即马掠可能就是11号开始11号开始咱宜兰即边雨水比较嘛会较明显，主要就是因为看这后壁这风台伊这路线啦，所以咱这雨水的部分，头先每5天的情形，大部分有甲大家好朋友说明咯，所以咱明仔载拜六礼拜这2天呢，算讲咱这宜兰花莲台东即边的山区水气较济啦，有当时会喷淡薄雨，另外是咱头台中以南的山区中昼了后，云较高的所在喷淡薄雨，所以比较起来，咱这西边这边都市这边算讲天气是较稳定啦好天较济云的即个天气，咱后礼拜嘛是差不多的即个情形，但是咱后礼拜伊若11月初3差不多尾仔开始有一寡水汽煞入来一直到咱11月初4、初5安尼所以咱11月初4咱甲看咱的西北边遮有较明显的水汽煞入来所以咱的这基隆北方东北角甲宜兰就比较起来落雨的情形就较明显啦，11月初5咱这新竹、苗栗以北甲宜兰这边嘛开始有比较明显的这个雨水主要是因为咱这个3号这个尾仔开始4号甲5号这边有一寡水汽比较较济啦咱来看风台的这个发展欧洲的引申波做出来同款咱这个11月初2、11月初3看菲律宾东边这个低气压发展另外咧咱嘛看到伫Okinawa这边嘛有这个低气压，这主要是咱头先为地面天气图看到遐有一个咱讲一个方面的低气压这低气压伊后壁走起来就了发展出来伊这强度我是讲伊的这个风的这个强度是有接近这个风台的这个强度啦但是伊系统毋是这个风台但是咱伫做电脑这个判断来讲咱会甲认为伊是风台啦所以咱若看引申波这那是安那伫Okinawa较东边遮佫有一个系统所以这遮甲大家好朋友做说明另外当然啦欧洲的这个引申波做出来咱这个11月初2、11月初3这个系统发展了伊是较往这个往这个南海这个方向走不过咱头先若看讲欧洲伊这单独这电脑做出来较后期差不多11号、12号伊往这个咱这个西北边这个方向伫走啦较接近咱台湾东南边这附近当然这咱就是等到11月初2、初3等伊发展出来了再来看这个预测伊会较稳定咱来看这台北站未来14天这雨水的部分咱比较这段期间算讲水汽较少一撮不过咱甲看讲差不多10号、11号了后呢水汽就比较增加了因为咱若看讲伊这个倒手边伊这数字来讲当然啦伊这是有一寡引申波来讲有一寡免被伊做出来比较较济雨水较济啦所以咱嘛看这后壁这边较无确定另外温度的变化来讲咱这未来这2礼拜咱温度大致上差不多27度、28度左右当然咱这个11月后礼拜这个拜六啦11月初8、初9温度可能略较悬一撮嘛差不多接近30度但是无像讲咱前一阵的这个温度遐尼热这个透早暗时的温度嘛差不多拢接近20度、21度啦算讲咱是规工的天气算讲是拢较凉较舒适的这个天气提供互咱的好朋友做参考。地区气候部分咱顶面这是顶回资料，下面是今日看到同款伊这趋势无啥物变化啦同款咱算讲这13甲19这雨水比较较济原因就是咱头先讲过这可能是爱看这个热带系统的这个伊这个路线咱后壁遮同款嘛是拢通看到这桃园以北甲宜兰这边雨水拢比较较济特别是宜兰遮雨水佫较大看起来伊就是较有一寡这个连线落雨而且有当时雨比较较济所以咱今日重点来讲咱算讲平均来讲甲6号拢是受东北季风的影响
1號、2號遮吼，拜六禮拜算講吼，咱新北市山區、宜蘭花蓮，逐當有一寡毛毛仔雨啦，吼，無講介明顯。咱中路了，台中以南的山區嘛有一寡毛毛仔雨。3號共款吼，宜蘭花蓮遮雨水攏無較濟，吼，所以咱吼未來這10天吼，宜蘭花蓮這邊吼，雲較高啦，水氣較濟，有困淡薄吼，雨水無講吼較大。愛觀察的就是這熱帶系統，11月初2、初3吼，看伊這個發展了後，咱來看電腦預測吼，伊就較穩定，提供互咱的好朋友做一寡參考。今日拜5吼，除了祝福咱這個好朋友吼，今日工課順時平安以外吼，同款吼，咱周末假期愉快。